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我是顾家，欢迎收看中嘉台南电新闻。今日有什么重要消息？透过整理报道，做会了解。迎接新的一档，除了春安工作以外，特别是面临总统甲立委大选，也让警察人员工作加速叮当。所以，台南市会为了表达慰劳，议长郭信良伫这位议员陪同，亲自来到新营市警局。会中议会依照市警局侦破重大甲特殊刑案的慰劳金基准，总共有30案申请，核发40万，由警察局长代表接受。有选举年，情路非常的繁重。那如果顺利圆满的话呢，那我们台南市议会会加码，对我们春安的这个慰问金呢，会特别在提高。除了对他们鼓励外，也提振他们的士气，为台南市的治安共同努力打拼。这一段时间呢，我们不管是跨年勤务也好，或者是选举勤务也好，甚至于将来的重要节日的重点工作也好，我们会尽全力来把这个交通跟治安工作做好，来这个不辜负议会跟议长还有我们各位议员对我们的期待。选举期间，因为警方发现后壁地区暴力物一案，嘛互立委候选人蔡辉感受到这摆大选的气氛特别紧张，所以呼吁支持者一定要理性，让选举会当平和结束。立委选举，真的发生这么多事情，包括放置爆裂物，那包括我的双轮车有时候会被割破，还是讲旁无割破，我们希望什么人都会当支持上。什么人都会当发表什么言论那一旦有政党偏好倾向，可是我们还是呼吁大家不要暴力相向那让台湾的民主政治推展的愈来愈民主我呼吁大家暴力不要介入选举。而且台南市伫安尼满意度甲服务的绩效一直拢是排6度头前，这摆选举嘛，大家神经病甲安，无用阮有任何的视觉差。电新闻军自林根采访报道。台南市东区30多位里长出钱出力，联合发起东区第一摆升旗斗阵来活动。元旦当天将伫咧东区平市公园举行升旗典礼，特别邀请到立委参选人洪秀条出席，展现南军基层团结气势。我们东区的里长在这个109年的元旦1月1号共同发起了一个升旗活动这是我们东区第一次，所以我们这个活动取名叫东区第一摆升旗斗阵来那么由我们东区的33位里长联合来举办这个活动我们所有的里长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准备在东区举办一场盛大隆重的升旗典礼。东区第一摆升旗典礼嘛特别推派前东区里长联会会长柯俊雄担任升旗典礼主席。但是看到朱主席遐啊勇敢，遐啊有胆识，安伫台北8届的立委，坐你川走过来遮，替咱国民党出口气，伊有迄个胆识，伊实在是真好英雄。这查甫的这厉害拢有法度啦，你看这个输救的。洪秀条表示，台南市长期成立，对着里长会当伫这个时阵听出来相听，而且自动自发，家己开钱举办升旗典礼，这互伊非常的感动。所以我就有信心，我接触的越多，我们台南的民众，我越有信心。我感觉信心的来源，一方面当然家己较拼，另外嘛是大家看袂落啊，看即摆现主席的迄情形，有影是看袂落，所以大家拄安尼相挺，我足感动。所以今日。咱的里长自动自发主动安尼组织这样一个会，要筹办元旦一天的升旗典礼，真是出钱出力，我非常非常感谢。
洪秀条另外表示，竞选团队1月4号伫桂林运动公园，嘛将会举行联合造势活动。东港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嘛将会到场，甲所有台南市党籍立委候选人同台，希望支持者东港会当做伙来相挺。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台南市屏东第3批出口，除了市长吴伟贴卖力宣传来代言以外，在美术场龙第3还是伴手礼联合促销会场，拢当看到这几位女性总干事的身影。甲传统农会拢是男性总干事的形象已经大大改观，甚至变成阴盛阳衰，再来新的气象。我是咸水农会总干事邱子轩，阮咸水就是咱好食的咸水薏米，欢迎大家来品尝阮的咸水薏米哦。我是关庙农会总干事我陈爱美，所以希望大家伫这个过年的时间来购买阮的关庙旺来酥，关庙旺来酥真正赞哦。我是新奇农会总干事李美华，阮新奇的毛豆香肠是今年伴手礼，过年的好礼，请大家参考。我是麻豆区农会总干事孙慈敏哈，那今天我特别推荐阮麻豆的油啊的所有加工品，欢迎大家来采买。根据农局表示，目前台南市32个农会当中，有13区的总干事拢已经是女性担任，除了全台湾上济嘛创下历史纪录。当然，上重要是接任以后，以女性的特质来行销各项的产品，平均拢将近2成的业绩成长。其实我接任总干事来之后，我是用一个比较美学的概念。比较柔性的概念来推广我们所有农产品，希望就是我们走在就是比较时尚、比较百货公司界的一些顶端的商店，我们来做一个贩售这样。我以女生的特质来讲，我就是说用我们的活力来带动我们的那些青人农民，把我们的农民把我们在地的农产品一起把它带起来，增加那个活力，增加了我们地方的特性，把它推销出去。台南真好买，大家拢来买。台南新闻顾问及林英庚采访报道。西市场建立在1905年，当年是全台湾上大的果菜专卖市场，也被称为是大菜市。在2003年指定为市定古迹之后，编列180万经费。在2017年展开整修，目前北翼栋已经完工。中央党预计嘛，伫2020年春节后甲市民见面。自细汉伫西市场附近大汉的议员区立立，对着大菜市特别有感情。30日邀请文化局长叶铁山来到现场会勘，希望修复的工程符合大众理解期待。西门市场在我小时候是一个非常热闹的商场，那包括那个半价装的啦，或者是说大户人家都是在这边采购。那我们希望说能够恢复原来的繁华。那我现在比较担心的是说，文化局它负责的是古迹本体的部分的修复。那未来在周边的这个联动的这个广场或者是说通道，又回复到市场管理处哦。那我们希望市场管理处在这个部分也要多听听文化局的一些建议，包括建筑师他对于历史文化的一个考究哦，然后不希望说它在衔接面上面会变成是一个非常的不搭嘎。那在未来营业的品项上面也要朝向干货，还有就是已经包装过以后，已经处理过了以后的货品在这边贩卖。那我们不希望说它又变成是一个汤汤水水，然后会破坏整个这个修复过后的一个成果的一个市场。对此，文化局表示，将甲市场处共同合作，会将修复的工程做整体完成。目前我们完成的是古迹本体的一个修复，但是跟所谓的商场的部分，还有浅草新天地很多的界面这个部分啊，那还有在跟市场处共同来合作，再把整个后续的工程非常有整体性的把它完成。西市场历经17档的等待甲修复，整体工程将伫咧明年完工，相信伫正式启用了后，将会成为台南另外一个观光的新地标。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国际西子会300年底湾区的第20分会，日前举办了例行的会议。一开始就有总干主持新进会员的入会仪式，接下来就由各分会的会长甲分区的主席报告业务。展现了西子会对社会的贡献。虽然今天照人讲我们是主人家，我应该给我们所有的贵宾跟我们的同学来个伴手礼。
但是呢，为了总监说我们要做最有效的服务，那我一样把这4万块的钱，原本准备要来做这样，我把4万块的钱来又一样交给我们4个分会，帮他们来赞助这个同师的一个科子存留，所以我们4个分会一样，我希望说在今年度分区的脚步在哪里，我4个分会的足迹就在哪里。我也希望说我们4个分会要好好的珍惜，也一样要好好的感谢你们的师友这样子。那这个部分呢，也是我赞助各分会的4万元，各1万元。所以希望说在这个同师的一个相互公园里面，希望你们一样，我们4个分会都能跟分区一起助力在我们所走过的一个足迹。特别来参与的300地湾区总监张秀华也强调，伊家己现在的团队成员老中青拢有，就是希望鼓励各分会会使多多募集新的成员，同时让少年人有表现的机会。狮子会需要注入新血，咱若无注入新血，咱会去互长杂的。恁大家会当看到今年总监的团队有老中青，总监最主要做一个示范给大家知道，狮子会。到现在103年、102年，确实，咱这主青的会年龄拢有较悬，但是我们必须老中青这样子才不会断层。这个我在这边也要呼吁我们这些资深的分会，未来多需培植一些新的年轻人，让年轻人有机会在狮子会里面来做发挥。我们这个30-40年、40-50年以上的师龄的人。我们要为这些年轻人铺成怎样的一个平台，让他们有机会把狮子会的精神更发扬光大。国际狮子会300地湾区第20分会，因这2020年也将会持续关怀社会，也邀请有兴趣的民众会使共同投入因的行列。台湾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你们知道怎么防治人口贩运吗？首先，我来告诉大家什么是人口贩运。有要出国旅行的以及外来人口，要加强对自身权益的认识。发现可疑的地方要检举通报，移民署跟司法警察会持续巡逻查缉，民众可以跟他们举报。抓到你们了！我们跟全世界的正义伙伴都会不断努力，粉碎人口贩运集团的恶行。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再慢慢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啊！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因为很重要，所以要说3次。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飞读 book》，台人爱读册。你总以为你和男生一样，他工作你也上班，你洗衣服他换灯泡，他教孩子数学你教注音。但有一件事不一样，50岁以上更年期妇女罹患心血管疾病症状和男性不同，若出现恶心、手麻、呼吸不顺、背痛等症状，请尽速就医检查。国民健康署关心您。台电台南音乐处为了让现在的少年人会使了解省电的重要，打破传统的宣传方式。28号伫南区的鸿运文创中心举办府城节电学最新的活动，安排了创新的布袋戏、甲公益市集以及闯关游戏等丰富的内容，让参与的民众透过活动熟悉省电的重要。台电今年积极创新，以我节电我骄傲为宣传主轴，那主要目的是希望透过年轻人的与会，跟新生代做交流，希望把节能这样的一个活动内化成为他们的生活美学，让生活有感，
这是最主要的目的。那为什么要用创新？我想各位可能也知道在以往台电在节能方面是以用比较传统僵化的方式在做政令宣导，所以民众对这方面没无感。那以往节电，大部分我们都知道，我们的长辈对节电是已经非常有观念，但是新生代呢，我想不能再用以这个省钱的方式来做跟他们沟通，必须要用以关怀社会、爱护地球的这个角度来进行。所以我们希望透过今天这样子的一个创新的既有的这个表演，来让年轻人在潜移默化之中来感受到节电的重要，同时落实在生活当中。现场上特别的就是这个开箱灶的翕相专区，台电也是希望透过将这个设备摕出来，让民众会使更加熟悉台电的工作内容。台电为什么要用开箱文？主要是因为电力这一个产业跟民众的感觉距离比较远。那我们希望透过开箱文这个方式，让民众了解我们在现场工作的同仁使用的一些器具的种类，以及它的这个重要性跟危险性，让民众对用电能够更珍惜、更有感以至于在节电方面呢，能够真的落实在生活当中。因为活动特别安排了创新的布袋戏，所以也吸引了侪家长带着小朋友共同参与。这届的剧情也非常的特别，运用《西游记》结合穿越风，让现场的大小朋友拢看得非常的认真。我们这次就是结合这个我们《西游记》的一个故事，然后让这个去阐述一些我们这个现代节电的一些内容。那我们是比较就是跳脱所谓的比较八股式的一些宣导，因为大家都有当过学生嘛，我们在台下就是听人家这个八股式的宣导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无聊，所以我们把这种方式改掉，然后用这个偶戏结合我们这个创新的一个大头偶的偶戏、布袋戏，然后还有我们这个摇滚乐的方式，打造一个比较年轻化的一个宣导的一个戏剧这样子。台电期待透过安尼的活动，让民众了解电力的珍贵，并开始省电。除了省荷包，也是为环境付出一份力。台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随着过年的脚步愈来愈近，为了让社会的弱势也会使感受到过年的气氛，南梁集团甲台南市府城风岩抗癌协会等爱心单位，28号共同举办关怀弱势的爱心花活动，现场邀请了侪表演团体甲民众同乐。活动现场也特别选择南梁集团所领用的舞龙园。希望参与的民众拢会使感受到心灵的健康，市长杨伟也共同响应来参加。今天的天气虽然很冷，但是心里面感到很暖和。为什么？因为有许多南梁集团的同仁就准备了很多热食，还有准备很多节目，来让我们身障朋友们一起来同乐举办这样的寒冬送暖活动是别具意义。那也谢谢南梁集团认养了这个舞龙园，让周边以及许多远道而来的朋友都能够来这个园内这个一方面这个可以走路，可以走一走，一方面这个运动一下这边的榕树也都很漂亮，还练气功，是一个周边的区里还有远近驰名可以很好的游憩的地方，也欢迎各位大家常来舞龙园一起来舒展身心，这个是非常好的活动。舞龙园是前台南市民的，是要提供给我们另外一个既有如我们市长所讲的有灵气的一个宝地，来让大家有健康、有幸福，这个是我本人很乐意做的一件事的目标。那这么一个宝地，我们整个集团发展的一种大健康，我们也把它定位是我们一个修与练的场域。那我们把名称也把它有一个特别的的尊称，我们叫做五龙园五龙园啦，舞龙园五龙园舞龙园。那也希望呢，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修与练，而来完成我们大健康里面的身心灵的健康，这个是我们一个努力的目标，就是要让我们的身心灵都能得到健康，这个才是我们的大健康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规格。活动现场除了侪单位的单位以外，
台南市推拿甲民俗调理保健养生协会也特别到场为民众免费推拿，并以为行动不便的民众抓铃。主办单位也是希望透过安尼的活动，互更较侪团体共同响应，打造一个充满爱的社会。台南新闻郭博仪采访报道。选伫元旦已经办过2档的虎城新年音乐会，备受各界肯定，嘛互第3档拄来改成台湾新年音乐会，甚至扩大到屏东嘉义，成为巡回演出。宣传记者会中，主办单位台南市文化局甲台湾艺术家高响乐团文化基金会，拄了共同号召大家拢来参加。李位陈天辉、议员刘维英等贵宾嘛拢到场替活动赞声，场面相当热烈。透过今天这样的一个记者会，能够邀请更多的好朋友一起来参与我们这个盛会2020爱你爱你台湾新年音乐会。我们希望这个音乐会不只是台南，首场是在台南，但是还有嘉义，还有屏东。我们结合了3地所有的音乐家、合唱团、指挥家一起来共同响应我们这个活动。我相信真的是非常幸福。希望我们在这个台湾新年音乐会可以听到更多不一样的力量跟声音。取名叫做“爱您爱您”，是因为正好是2020的谐音嘛，哈。那这个2020怎么诠释这个“爱您爱您”？我们是从节目上面呢去着手哈，包括这个第一个是说它的各种面向的探讨，比如说从男女之间的这种私人的情爱开始，到一个家庭的，然后再扩大到这个家乡的，然后到整个国家，以至于整个全人类的各种不同面向去探讨爱的这个主题哈，用音乐的方式呢，那形式上呢也做不同的一个铺陈哈，就是从单独乐团呢到加上独唱，加上重唱，然后加上这个合唱团，然后最后是整个重唱、合唱团、乐团。全部的一起在一起，大概将近300个人的阵容哈，在各地上演。那这个节目，我们希望有一天能够打造它成为台湾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新年音乐会。乐团强调，音乐会这摆除了演出传统西方新年音乐会曲目，嘛要以交响乐的形式，听见真侪台湾的代表曲。希望打造一场兼有国际甲本土精神的音乐盛会，用爱来迎接新的2020年。但新闻官及林根采访报道。会使看到舞台顶的学生，每一个人拢呈现无同的风格，充满学生的创意。这届嘉南药理大学化妆品应用甲管理系毕业成果展，特别以着我行我素为主题，要让学生充分发挥家己的想法，同时也展现学生4年来的学习成果。除了基本的化妆品知识的学习之外呢，我们同学会依自己的兴趣来选修化妆品的研发、美容保健以及整体造型等各个化妆品方面的领域的知识。那我们这次的毕展活动主题呢是我行我素。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同学们在这边阐述了他们追求自我、突破自我以及超越自我的各种实现。那就像美国作家马克·吐温所说的，一个人生最重要2个日子，一个是出生的日子，一个是发现自己出生的意义的日子。那我们同学借由这个毕业成果展“我行我素”的这个相关的作品的呈现，也来表现出他们追求自己、实现自己的相关的这些的活动，那让自己的这个人生目标更往前迈进了一大步。除了动态的成果展以外，现场也展示了学生所研发的产品甲各种的成果，要让大家看到学生准备进入业界的竞争力。我们专题研究的萃取物是杜仲，那杜仲是一种中草药。那因为中草药它里面有很多的天然成分，然后它副作用少，然后疗效也不差，所以我们这一组就选用杜仲来作为我们的开发产品的萃取物。然后我们有做测试，然后它对紫外线的吸收跟对自由基的清除效能表现都不错，所以我们开发了化妆水、精华液跟乳霜。那产品完成之后，我们有做了皮肤有效测试，然后它上面的数据显示说，有4位的受测者的 ITA 值都有上升，然后表示产品对皮肤的提亮效果有变好。
那我们产品的主要特色是主打，它是专为干燥暗沉肌肤设计。那它有添加我们的杜仲萃取精华，可以有效的延缓肌肤的衰老。然后也有添加玫瑰纯露，它可以改善皮肤暗沉，跟很多的保湿成分，可以提高肌肤的保水度。那主要特色是为干燥肌肤补水，跟帮肌肤维持活力。指导老师陈美惠表示，这届的新歌展充分展示了学生的创意设计甲执行规划的能力。更加重要的是，筹备的过程当中，会使让学生体验到团队合作的精神，并累积办理大型活动的经验。但新闻广播采访报道。肺癌的发生率这几年持续来攀升，因为无早期的病症，所以常常发现的时阵拢已经是尾期。但是这几年因为低剂量肺部电脑断层的使用，会使有效补足肺部 X 光的不足，提早来发现肺癌。低剂量电脑断层比一般的电脑断层，是利用肺部结构的特性，由于肺部里面存在着大量的空气，因此射线 X 光射线经过的时候，可以很好的穿透，所以可以降低 X 光管球的剂量，得到具有诊断品质的影像。所以它的剂量大概可以比一般的胸部电脑断层减少75% 左右。医生提醒，如果家己是长时间伫空气无好的环境，或者是有咧食薰的民众，甚至有家族的病史，拢会使家己自费来检查。通常是建议，就是如果说有家族病史，或者是在工作与日常环境暴露于高风险的情况下，包含是有二手烟暴露，或是本身有抽烟，或者是工作或是住家环境有高度的空气污染，这时候都可以考虑做一个自费的胸部低剂量电脑断层筛检。但因为这个检查会使看到非常细的结节，所以也有可能会出现伪阳性的判断，造成民众的担忧家己可能是癌症。不过医生也是提醒民众，早期发现才会使早期来治疗。但新闻国报采访报道。非常感谢收看今日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我是顾文杰，咱明仔载同这时间再会。